愿上帝国度，行天路，做时代运动，当运动，使万民归顺。归华东。好，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诗班的话，每一句咱们回应、领唱、回应某数的词，咱会当拉长。当靠步是这个步，行到行袂完，免行伤远。因为爱搁再继续，希望喘气者，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所以希望休困者，搁开始搁再行，好，来，咱即马四节，咱拢来唱一届看卖变，来。这是前奏，好，来，我神灵卡家，阿婆，愿上帝国度，行天路，做时代行动，当运动，使万民归顺。归华路。第二节。愿上国领导，转台湾，互社会生态，不要刁钻，公义和平，当人光，大族群和睦，高愿望。第三节，全时代危机，契机。来中坚信念，无言地，最地唱的呀，来调和，对世间的歌，到为酒。第四节，主愿达你家，七千万，将救恩进道。来片团，愿上帝旨意，的行传，我基督福音，救台湾。最后一个音，咱就会当较拉长，因为要救台湾。好，OK， 这是556，这种当然啦，咱若会当搁再唱哦。你要知影原住民，因就会较活泼嘛，好，那我们可以所以想大声声卡呀，当卡波，你波，你要给它滑一下也都可以的，好，因为他们就是会很自由自在的。好，咱个来练第二首530。我收起来，兄弟姊妹，好。阿Ben来，我收起来，兄弟姊妹，大家拢着三听。上帝是个把上帝听，第二节，无听的人把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牵引圣行，感谢互咱得着我命。不是咱百姓听上帝，是大声听咱救主为咱做挽回者，伊听在第一站，救主为咱做挽回者，伊听在第一站，好。所以咱第3节的歌曲，咱过来唱一摆。啊，你看怎样？后面也歌谱上面有一个圆圈，然后再点一点，那个叫做是，好。有以前拢讲
延长记号，其实即摆已经毋是叫做延长，即摆迄叫做停留记号，已经改真久啊。这个记号叫做停留记号，停留在那边啊，停留多长不知道，你要那种感觉，音乐的感觉，好，好的，咱第三章个唱一届遍来。毋是咱百姓听上帝，是大声听咱流主为最慢会者，最慢会者，伊听在地，伊听在地，一站第四站，我所亲爱兄弟姊妹。大家拢着三听，上帝听咱大家安眠，就咱也着三听。愿咱拢会当三听，准备心来敬拜主。兄弟姊妹平安，即马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你把你的手机关机。
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请咱做伙吟诗来学罗上帝。献诗第556首，献诗556首，大仙人卡热东卡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大森林卡热，幻想的国度，最是那温度，地万民归主，万仙国临高。社会生态，行公义和平，大族群和睦，真正的对境，来重建心灵，最地就世间的歌，主愿大地将，将救恩进度，愿上帝旨意，好基督好运。请咱游玩徛地，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乐音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但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第59篇，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兄弟来应，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随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抵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着无信伊，
哪会求救伊？都无听着，哪会信伊？倒无人传，哪会听着？都无车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会骹热哪尼水？毋过，毋是所有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囝毋真正拢毋捌听着？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善全能、公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阮要因为你丰盛的恩典献上阮的恶路，阁要因为你保守看顾阮伫即个疫情的时代有平安来大声称赞你，恶路你的保守甲看顾。一时，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有时常得罪你。只有你知影，阮会常常犯罪，因为阮心所想的拢是歹，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的恩赐。主啊，求你怜悯阮，光照阮，互阮知影阮家己的过失，赦免阮的罪，洗清阮所有的过失。至善至仁爱天父，恳求你帮助阮，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伫你的道路顶面，互阮对答了后，有敬虔、公义、善良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即时，求你的圣神甲林正宗老师同在，开伊的喙，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帮赞，甲对你来的祝福。嘛求你接纳阮今仔日伫你面前的礼拜，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0节。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0节。后来，王为甲正边的人讲：来，恁才会受我的爸祝福的。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因为我枵，恁有互我食；我喙焦，恁有互我啉；我做出外人，恁有甲我收留；我赤身裸体，恁有互我穿；我破病，恁有甲我照顾；我伫家里，恁有来探我。迄时，义人回应伊讲：主啊！啥物时，阮看到你枵，有互你食；喙焦，有互你啉。啥物时，阮看到你做出外人，有甲你收留；赤身裸体，有互你穿。啥物时，阮看到你破病，也是伫家里，阮有去探你。王回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愿上帝祝福囡仔领受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即时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诗曲《我强演主》。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接纳。今仔日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要为咱见到的是新学生林正宗老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最地上微细的一个。咱将时间交予新学生。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伫即个主日是要对上帝献上感谢，互伫台湾每一位人民拢会当平安的过生活。毋管是原住民，还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还是新住民等等，伫上帝看顾当中，互咱伫即个土地顶面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现在，请咱三甲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你创造宇宙万物，嘛互遮个万物诚侪美好，嘛互阮会当伫生活伫你创造的遮土地顶面，这一切拢是因为你的疼痛，互阮会当得到平安。愿你看顾阮，互阮伫你的话语中得到快乐甲能力，活出主耶稣基督国话的见证。恳求你听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伫马太福音中，规个25章所讲到的，伫上头前第1节到第13节，讲到是有10个在世女，伊有巧的，嘛有戆的，巧的拢会被板顶，嘛有带油，因拢咧等候要过来的新郎。再过来是第14节到第30节，嘛讲到每一人的才能才调有5000个、2000个、甲1000个，按照因所领受的去完成，照因的才调，忠心的去完成因的任务，一直到第31节到46节。嘛讲到有审判的日子，爱来分别山羊甲绵羊。迄时各样的拢会将山羊甲绵羊做伙来放，因为安尼因较好来保护遮个羊群。一直到暗时，因才会将山羊甲绵羊来分开，因为山羊需要搁较温暖的所在。所以经文遮讲到。伫即时，王着对伊的正面讲话，讲着因是安怎来对待人。若咱继续读，就知影王嘛对伊的倒边讲话。咱毋那是要来知影正面讲了啥物代志，嘛需要知影王对倒边的人讲了啥物。说落来，就是到第26章第1节到第4节，这是讲着。头前伫25章时，耶稣伫讲话的时阵，伫迄个时间拄啊好是伫搬过节的前2天，嘛就是讲2天了后，耶稣就会互人出卖，互人掠去，然后就顶伫个十字架。所以伫即个短短几天内，耶稣想要将伊知影的天顶的所有的一切代志。拢来教示伊学生伊的门徒，伊可袂得遮个门徒，拢会当马上来知影了解天父上帝的用心。毋过咱知影，就算讲遮个门徒学生已经看过足侪摆耶稣行过遮个神迹奇事，就算讲因已经看过足侪遍、足侪摆，也毋过也是有人想要来出卖耶稣。好，
伫顶道的注释书内底有讲到，伫马太福音的第23、24、25章内底有讲到，是要讲到耶稣搁要来的时阵，伊要对一切万民来审判，而且即个审判的标准，毋是讲因是安怎对待家己的国家以色列的态度，甚至嘛毋是因对上帝的律法的态度，却是因怎样来对待，亲像耶稣所讲的，这个上微细的兄弟身上的行为。所以伫咱的生活当中，什么人是咱上微细的兄弟姊妹呢？上微细的兄弟姊妹，毋但是讲伊的年岁较细汉，需要人的照顾以外，嘛包括遐个拄信主袂久的遮个会友，因需要伫上帝会友当中，互人引出遮个人。嘛有一寡是生活中困苦的人，可能是因的经济，嘛可能是因的婚姻、因的家庭拄着真困难的人，拄着问题的人。嘛有一款人是伊有酒瘾、甲毒瘾、甲烟瘾，因是要解毒，却解袂掉，因无法度靠着家己会当去解决安尼的困难。要来解除安尼的症头，是需要人甲引出、甲帮助、甲斗相共。所以过去我有一个好朋友，阮是伫高中的时阵做伙拍球的。毋过阮毕业了后就高中，阮就分散伫台湾的世界，嘛较少联络。了后就听到伊的消息。讲一开始，伊是伫咧做乌手的，伫学校读汽修科，做乌师仔。然后就听见伊去洗车场做工课洗车，过来就听见伊强掠去关出来无偌久，又搁互人掠去关。伊伫咧做兵的时阵，嘛互人掠去关。最后，伊只有会当去做迄山七仔，伊就出入迄种的阿萨布罗的所在，因为食毒，互伊无法度控制伊家己，甚至互人掠去关。所以，当我30岁时，我信主了后，我嘛有目想要甲伊联络，也毋过因为伊的联络方式拢无固定。伊的号码一直换，所以我一直联络袂到伊。只有伊厝内的联络电话是无改变，所以当我打电话互到因兜的时，伊的爸母煞来讲无即个人。伫我探听了后，才会知影，因厝内的人无接受伊，认为伊互家庭感觉见笑，所以当伊主动甲我联络时，我拢真欢喜。虽然伊甲我联络拢是要甲我借钱，而且借的钱袂讲介侪，是几百箍、1000、2000买食饭的安尼借钱。所以当我真欢喜的时阵，我嘛想要甲伊好好的讲话，好好的了解，伊拢会找真侪理由来赶紧的离开。然后离开了后，伊阁无去，消失几落年。一直到有一天，我就看到网络的新闻报道，讲伫家人有一个查甫人，有一个男子，或者某，伊要坐火车。前往台东，就是要坐去台东的火车。伊敢若是坐毋到车共款，伊敢若心内嘛真紧张，所以伊就跳车，你去弄到月台，也失去意识，目前伫咧急救当中。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
已经是即个事件的2天了后，所以我就赶紧的敲电话予另外一个嘛伫咧关心伊的迄个朋友，我就敲电话甲问，伊讲人已经走啊，个别是伫咧啥物时阵，伫啥物所在，伊就安尼甲我讲。所以阮遮几个朋友，咱就少少的斗阵去甲看卖。即个事件了后呢，我就搁较骨力，我想要另外一个来传福音。即个朋友伊的生活条件算袂歹，伊嘛拢会讲伊有闲，拢会去教会，嘛有参加过小组。毋过，伫我看起来，伊的生活、伊的行为，无亲像一位有过信仰生活的人，所以我就甲伊邀请来参加我自会教会的礼拜，做伙来参加小组甲团契。毋过，拢互伊拒绝啦。一直到有一天，我阁甲伊邀请。伊就讲一句：“恁的教会是有业绩的压力吗？无你哪会一直邀请我要去你的教会呢？”我听到即句话，我雄雄顿地一下。我顿地这1秒内底是真久的时间，我就思考着：对啊，为虾米我一直要来甲伊邀请来到教会呢？是因为我欠福音的债。一方面，我嘛发现我家己做毋对啊，因为我拢无看见伊的需要，我只有看见我家己的需要。我家己的需要，就是我想要甲伊传福音。所听的兄弟，耶稣关心的，毋是咱做了偌济事工，也是传了偌济福音。也是带领偌济人来信主，因为咱毋是伫咧做功德，耶稣关心的是咱的生活，亲像经文讲的：“我腰啊，你互我食；我喙焦，你互我啉；我做厝仔人的时，恁互我收留。”毋但是关心遮个生活的条件，伊嘛关心咱心内需要，咱破病也是落间，是需要人会当去关心、去甲拜访的。所以咱安尼做是为着啥物做呢？咱是为着陪伴耶稣，搁要来迄日，咱做乃是做伫咧耶稣的身上。意思就是讲，即摆咱的服侍。毋但是只有看到人，咱是只有看到耶稣，而且咱服侍人的时阵，袂阁想要得到啥物报答。虽然有当时咱会讲，我毋望即个人会当对伊的信仰的性命阁成长，会当阁成长，所以我就开真侪时间甲陪伴。嘛付出真侪代价，也毋过煞无看见伫咧伊的身上的改变，我家己的心内就着急。也毋过伫圣经中，保罗煞安怎讲呢？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60，伊讲：“我也种阿波罗压水，毋过上帝互伊大长。”人算啥？不过拢是上主互阮的即份会当去做遮个代志，所以只有高举耶稣的名，咱才会真正会看见咱辛苦耶稣基督对咱的生命的意义的影响。今仔日是原住民奉献主日。伫家人的原住民，袂讲算少，
早期是因为走船的原因，真侪北漂的阿美族，大部分拢住伫咧家人。我的老爸就是其中的之一。原住民有一个特性，因介意做伙住斗阵，所以住伫咧同一个社区内底，就会看见真侪原住民。因组织就会小可啉一寡酒，毋过因袂晓准则，所以拢会过量。一过量，因就会影响过一天的工课，嘛影响因的经济。毋但是影响因的工课，嘛影响因的家庭，甲因的囡仔。所以有当时有一寡囡仔伫学校的功课是真歹。学校的老师一个人嘛无法度照顾遮尔多功课有问题的囡仔，而且有的父母嘛无想要甲老师沟通，伊会找理由借着做工的来躲避遮个问题。阮就是因为看伫囡仔的遮个问题甲需要，所以阮就想要为遮个阮工作的囡仔来做一款啥物，所以我的姐姐、我的阿姊就为遮个囡仔来开一班课后照顾班，是无收任何的费用，是毋免钱的。到今年是做了第3年，伫头1年做的时，伊无任何的资源，为招收1年仔学生开始，伊入去学校借所在，来甲即个囡仔来甲因要安怎写功课，伊嘛甲班级的老师沟通，互1年仔的囡仔会当来遮。头一年的运作，发现即卖伫都市原住民的家庭内底，大部分还是继续较早因的迄种的价值观，伊嘛爱啉酒，真无危机意识感，而且伫囡仔的功课顶面，嘛毋知影要互囡仔搁较侪鼓励甲支持，所以时常阮就需要伫老师甲家庭的父母中做沟通的桥梁，为着要甲学生的父母建立关系，互因会当信任阮，所以阮就会借着遮招募集的这些资源来甲伊关心来探访。第2年的时阵，阮就甲原住民协会来合作，写计划来申请原民客的照顾扶植计划。一开始咱啥物拢袂，阮啥物拢袂晓，嘛行真侪遮个流程，嘛毋知影互人退行偌济遍。毋过感谢上帝恩典，互遮个计划会当通过，会当得到经费。虽然遮个经费袂当满足遮场地的费用、老师的费用甲餐点费，有的老师阁要另外找一个头路来照顾家己的生活。伫安尼艰难，就来到即马第3年，上帝有缘看过这课后照顾班顺利通过计划甲评鉴的考核。虽然讲一路行来是真辛苦，也毋过圣经讲，着教育囡仔行合意的路，伊到老袂歪错。阮就用安尼的精神来继续即个课后照顾班。当初选择6岁到26岁，6岁到12岁，6岁到12岁的囡仔，因为这个囡仔是因的心是足柔软的，嘛是同会使接受福音的这个时阵，
阮嘛是毋望，阮安尼陪伴甲福音会当互因离开对家庭内的有一寡的错误的观念，嘛会当培养因好的品格，而且伫未来袂阁造成家庭甲社会的问题。接落来，我就要来介绍阮课后照顾班的，阮课后照顾班的有一寡囡仔。伫恁的正面，迄张相片是头一班的囡仔，因要等坐车去另外一个教室所在。正面即个相片是我带这个囡仔要去另外一个所在来上课做活动，所以因就伫个车内底，我想讲因有当时会唱诗歌。这个囡仔大部分都无信主，因的家庭嘛毋是信主的家庭，有的信主的家庭是只有阿公阿嬷迄一辈有信主，其他的拢无入去教会过教会生活。所以当因唱诗歌真欢喜时，我的心内嘛感受到真感动。这个相片就是阮借一个教会的所在来教遐个讲好袂讲介好的遮个囡仔，遐个人数，遮个人数是22个，所以老师只有2位。若有特别需要1对1教示的囡仔是另外一位就要教全部的囡仔，所以阮伫遮个囡仔放学之后，阮就带因来遮写功课，来教因袂晓的所在，袂晓的题目。有当时我嘛会甲因带活动，就是功课写了后，阮就带因做活动耍游戏。这个所在是咱借一个里民活动中心，这是里民活动中心的一个比较宽的地方，所以阮就互因伫遐做活动。毋过这个所在本来是真好，毋过因为认为迄毋知是安怎着火烧厝，所以即马伫咧整修，无法度救援安尼。那接落来，这个老师或做小暴龙老师，伊嘛是无任何的费用，因拢是做义务的。拜五有当时拜五会来咱遮个课后照顾班来带遮个囡仔做一个游戏，做一个活动。这是小暴龙老师。这是有带几个囡仔来耍一个游戏，正是毋是伫韩国有一个电影或者鱿鱼游戏，咱叫做1、2、3木头人，所以这是进阶版的1、2、3木头人，或者1、2、3蜘蛛人，1、2、3睡美人，还有1、2、3超人，所以因都个爱比遐个动作来耍这个游戏。这是有时阵咱会甲遮个爸母甲因讲，阮是要带囡仔来去伫暑假是啥物时阵，年假的时阵带因去佚佗。这个相片是伫咧福隆，咱去骑脚踏车，福隆去骑脚踏车。伫恁的正边迄个相片，因有跳起来，而且1、2、3跳，伊就跳起来，有敢若伫咧飞。好。正边迄个嘛是伫福隆车头边要租脚踏车的迄所在。倒边迄个相片是，阮带遮个囡仔去食火锅，因为阮的遮个物件拢是白，拢是稳定，拢无开着啥物钱，嘛毋是囡仔，阮拢会甲因讲。这拢是白稳定，毋是恁有做啥物会得到的，咧都是稳定。所以咱爱有感恩的心，所以阮嘛会教因来祈祷，
来上帝献上感谢，所以因拢会祈祷。有时咱食点心的时阵，阮嘛会教因要安怎祈祷，所以因对祈祷嘛是愈来愈熟悉习惯。因家己嘛会祈祷，嘛会背主导文，毋过是国语、华语的，主导文。啊，同遮边迄个囡仔是讲，咱伫咧祈祷的时，大部分阮的角度拢会看大方向。啊，迄个囡仔遮边迄囡仔是伫足角落的所在，阮毋知伊当时是安怎想的。阮想讲啊，祈祷就好，祈祷就好啊。伊要食点心，煞来遮尔认真的祈祷，嘛互阮真感动，足认真来祈祷的。啊，同尾即个相片是因为遮个囡仔，阮工作的囡仔，因有去学习要安怎跳阿美族的传统舞蹈，所以因会晓即种舞蹈。所以伫教会有一年的圣诞节活动，阮就邀请遮个囡仔来表演来跳这阿美族的舞蹈。所以这个相片是伫教会内底圣诞节的时阵，因会表演，互因来遮表演。虽然讲有当时咱所做的代志无人发现。嘛无人知影，啊！毋过咱若是照着上帝赐予咱的恩赐，好使伫遮个需要人身上，咱照着圣神的引带，慢慢的渐渐嘛会对即个世代的价值观有小可改变。一个人做，虽然影响袂大，啊！毋过一直做，影响的程度煞来是加倍的。虽然遮个代志看起来无算啥物，啊，毋过上帝照着遮小小的代志，嘛会成就伊足大的计划，嘛毋望咱会当看伫咱的生活当中，迄个上微细兄弟姊妹伫倒位，着用主耶稣的疼来去互使遮。微细兄弟姊妹，请咱共心来祈祷，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时常看顾软弱的阮，时常帮助阮，嘛赐予阮圣神的能力，会当去帮助伫阮身躯边需要帮助的人。主啊！过去阮是安怎互人帮助的？即马嘛恳求你，互阮会当有够用的气力去做恁要互阮去做的代志。恳求你怜悯阮，对你的信心无够大，请你的疼充满阮，互阮会当照着你的疼，嘛会当去疼人。感谢你听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话。献诗第530首，献诗530首。我所亲爱兄弟姊妹，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即时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是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咱请陈文兰执事、李恩心执事来书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尊敬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毋管伫好天还是落雨天，拢会当互阮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来学罗你，来敬拜你。主啊，阮知你听世间每一个作文，你若无看轻一只渺小的切鸟仔，你公演伊一切所爱的需要，愿阮来当诚做。伫上细项的事上，做忠心的奴仆。当阮献出你赏赐阮的淡薄来做教会献爱的内容，愿你感纳。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即时，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金句，王维应讲，咱大家来读吼。王维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美岁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阿弟报告的大仙庄方美长老，有要致意，对。感谢兄弟，大家热心的参与，有风有雨，也真冷，大家拢安尼真有疼心的来参加，阮所有的家族拢内心非常感激。所以因为秀和今仔身体不舒服，所以无来。我代表伊伫遮向兄弟大家谢谢，谢谢。
好，这是咱来报告吼，请咱来看周报。本主日是原住民曙光奉献主日，由神学生林正宗老师正道。第二堂礼拜了后，要来召开主日学的教员会。下主日要举行定期好会，顶主日已经有公告会员节名单伫咱的公布栏。若是会员伫好会迄天袂当出席，请伫26号12点进前来往办公室请假，互咱的好会会当顺利来进行。好会结束了后，礼拜结束了后，咱会邀请张宗卓建筑师来甲咱做专讲，建堂必须知道的一些事情，邀请兄弟来同齐来关心咱本会建堂的意向。3月5号拜六上午10点，伫咱的教会要举行陈冠廷弟兄、廖丽云姐妹的结婚感恩礼拜，恭喜！3月7日上午10点，伫台北和平体育馆北部大会要举行马街来台宣告150周年联合庆典礼拜，报名费每一人是200块。那报名的时间有延长到明仔载。到明仔载下晡4点为止。若是有兄弟要去你报名的，请赶紧往办公室报名。请各单位开始备办下一季的聚会内容，并伫3月13号进前交予办公室，以便来准备下一季的行事历。今仔日下晡2点到5点，移转团契要伫咱教会举办。移转团契30年家日，好，大道事项下周事项表会计报告，请咱家己过目。若是有错误的所在，请往财务同工来反映。牧师敢有要补充？来下这边头拄有特别讲到迄个报名咱伫咧3月7日的即个要去到伫即个台北和平篮球馆的即个报名若是还佫有人还未报名的，会用赶紧来去报头拄咱嘛真感谢新学生的即个分享咱若假使讲有人有感动伫咧伊头拄因甲伊的姐姐安尼伫咧家人所做的即个奉事若是对伊所做的有感动，咱嘛会使来为因的即个事工来奉献，因为即个事工其实无透过教会，甚至嘛无透过机构所以因咧做的即个事工，拢敢若靠因家己本身会用请的费用也非常的少所以咱若是有感动会通来为因的即个事工来奉献做伫咧真正是做伫咧志美社的一个。因为因所做的这事工，目前为止，无也无伫咧属伫咧教会的迄个事工，拢是因家己自发性的所以资源非常的有限毋过也因为安尼，所以若确实有要为着因的即个事工来奉献的敢若会使用叫做咱迄个叫做啥代转金的方式无法度用就用教会无法度开奉献证明但是咱确实做伫咧即个志美社的遮个囡仔顶面，咱通看见因伫遐所做的遮个事工，会通安尼帮助着遮个弱势的家庭，安尼因父母伫遐咧走总伫遐拍拼的时阵因为着遮个囡仔来设想期待因即个家庭会用反转咱要改变一个家庭较困难，尤其是家庭环境，咱要甲做改变较困难。但是咱会用透过教育，透过培养遮个囡仔的品格，互因会通以后无真做教会，也是讲真做社会的迄款的迄个负担。咱透过安尼改变，会通帮助遮个做遮个细囝，因的性命得到改变，渐渐即个因的。性命得到改变了后，因的家庭嘛要因安尼来得到改变，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事工我过去以早伫我服侍的教会有做即个课后辅导班的工作，迄当阵教会嘛是共款用着
家己教会资源伫遐做，教会嘛是非常的有限。伊当阵教会伫咧拄好是伫咧人迄落，一般咱亲像咱教会头前即个厝，迄种即种厝的一楼，因咧店家的迄种店面安尼迄是教会礼拜堂，就逐礼拜拢将教会礼拜堂椅仔拢总刷开，才做迄个课后辅导班。一边即个一个警察对教会的头前经过，讲发现讲即个即摆遮是咧创啥？是安怎？哪有遮侪囡仔伫咧遮？就入来关心，就甲问原来是教会咧做课后辅导班。伊就讲无毋对，恁做的遮是非常的好，咱若无甲遮个囡仔顾掉咧，以后因就伫咧外口为非三做，造成到迄个社会侪的问题。迄个警察从裤袋仔吟出来，毋知1000啊2000，就交互教会，讲甲咱赞助就对安尼。所以咱就知影讲社会即马侪遮个问题，咱若无伫咧好好来关心遮个问题的时阵，以后将做社会搁较大个问题所以看见郑总因过去所做的遮个事工嘛，互人真感动愿咱若确实有人有迄落对因的即个事工有关心的有感动的，嘛会使来为因来奉献就照像咱今仔日头仔所讲的看见迄个智美社因的欠缺需要，咱就做伫咧迄顶面。有当时咱所做检菜是真美色，但是上帝却照着咱所做即个美色的工课，要来成就伊的心意。以上。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的主，万项的好物好事，万物的源头，阮感谢你。阮为着你疼所想出逐项的恩惠来感谢你。阮恳求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嘛恳求你保守阮安分守己，照你的福音来兴起一切善的事工。求你保守祝福教会内年老也是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伫因的软弱怜悯，互因得到坚强；伫因的困难中，因带因拯救因。恳求你怜悯阮的国家，保守阮的乡土，互阮的政府官员有智慧、仁爱、公义甲勇气，尽力来导无好的政治。愿阮会当常常照亮你的恩赐。先心感谢你，毋那简单用嘴来学努你，也会伫阮的生活中行出好的行为，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言391首，俄罗天地主宰。因洗刷，请牧师来教导，请咱大家起立。小暂停一下，咱先头段有一个咱要来迄落颁证即个洗礼证书，头段无做着，来请咱顶礼拜洗礼从贤兄弟来到伫咱中间。好，来，请咱起立，咱来吟上言391首。
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对你领受的，祝你帮助阮，互阮会通时常来看见阮四周围，阮的遮个，不管是阮的厝边头尾，阮的工作的同伴，阮教会内面所有遮个兄弟姊妹，因遮个至微细一个，主阮就看见因的欠缺甲需要，阮就做伫咧迄个顶面，也互因。会通领受对主你来的疼，也帮助阮，互阮会通有更较开阔的眼光，也会通透过，因为阮对主你所领受的疼，阮就做伫咧遮个顶面，互主你的心欢喜，互阮的灵来得到更较大的成长，互阮的信仰生活会通真做阮四周围、阮的厝边、阮的厝内的人，以及阮的同信的兄弟。诚侪因的即个信仰的典范，诚侪人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善，不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生活之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热岛避讳。